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 Victor。嗱，相信咧好多人搬上大灣區咧都有兩個問題咧，都幾困擾啊。第一就係搬去邊度住啦，咁揀啲咩地方啦。第二就係關於一啲上網嘅問題。嗱，今日呢條片咧，我就想同大家咧傾傾關於上網嘅問題，例如用邊間寬頻公司係最好啦，又或者我哋上到大灣區又想睇下 YouTube 啊、WhatsApp 啊、Facebook， 咁究竟我哋點樣係合法地可以做呢樣嘢啦？又或者嚟講啊，我又想睇下翡翠台喎，咁究竟亦都有咩合法嘅途徑可以做到呢樣嘢呢？嗱，今日呢條片咧，我就想一次過話晒俾大家聽點樣去做，咁就令到大家嘅困擾咧一次過掃清。嗱，所以記住要睇到尾啊！睇片前記得訂閱我個 channel， 我個 channel 叫咩啊？ Victor 多樂士。好啦，第一個問題就係好多人問，咦，上到大陸究竟用邊個寬頻比較好呢？嗱，喺我哋未講邊間寬頻最好咧，我就首先科普下大家先。嗱，相信大家都聽過咧，即係好多光纖咧就有1000 Mbps 啊、500 Mbps 啊、300 Mbps 嘅。咁好多時咧，我哋都覺得哇，1000 Mbps 就梗係好過500 Mbps，500 Mbps 就梗係好過300 Mbps 啦，夠快嘅。嗱，但係其實嚟講咧，一般我哋家居用，譬如你上下網啊，睇下啲叫做 WiFi 電視咧，其實300 Mbps 咧已經足夠噶啦。因為好多時咧，我哋一個電腦咁樣講啦。好多時我哋上載或者下載一啲軟件咧，其實都係 within 100個 Mbps 裏邊嘅。咁當然啦，你話喂1000 Mbps 係咪一定好過500 Mbps？呢個係當然嘅。但係實際上嚟講咧，如果你話普通用嚟講咧，我哋係唔會感覺得到嘅。嗱，亦都可以同大家分享下啦。嗱，譬如舉例，有一啲人咧會用一啲 VPN 上網，例如好 common 嘅梅花盒子。嗱，我唔係建議大家做呢樣嘢，因為咧喺大陸嚟講咧，即係用 VPN 係犯法嘅。只不過我純粹用一個叫做係知識同大家分享。例如如果你譬如一個寬頻，你駁咗落喺個梅花盒子裏邊，其實梅花盒子嘅輸出咧只係100 Mbps 嘅啫。所以無論你用300 Mbps 又好，500 Mbps 又好，1000 Mbps 都好啦，其實個速度出到嚟咧都係100 Mbps 嘅啫。所以嚟講喺國內咧，我就覺得咧，大家如果除非你真係成日去打機啊，或者下載好多影片，如果唔係你純粹睇下電視啊、上下網啊、手機嗰啲咧，其實你咧就參加個300 Mbps 就夠噶啦。其實講白啲啦，1000 Mbps 嗰啲咧只係一個 marketing 嘅手法，就係話喂1000 Mbps 勁啲喎，咁好多香港人就覺得算啦，又唔係爭好多錢，咁就用1000 Mbps 啦。嗱，咁咧以下咧我就講大概佢哋嘅收費。以下嘅時間咧我就用即係佢哋300 Mbps 嗰個收費嚟講啦。嗱，例如中移動大概300 Mbps 嘅收費咧，每一個月喺深圳計啦嚇，大概係30-40蚊度啦。例如果你用中聯通，大概都係40到70蚊左右。如果你用中國電信咧，就大概100蚊到100零蚊。嗱，點解會有分別咧？因為喺深圳嚟講咧，佢有分為所謂城中村或者小區嘅。咁一般嚟講咧，城中村嘅費用咧就會低啲嘅，小區就會貴啲。小區即係我哋用香港嘅理解就係啲屋苑啦，你當可以咁樣啦。同埋有時即係佢可能有啲優惠啊，咁變咗嚟講咧，你如果有優惠嘅時候咪平啲咯。即係總括嚟講，你譬如中移動啊嗰啲就係30-40蚊啦，中國聯通就係40到70蚊啦，中電信就會貴啲嘅。一陣間會解釋點解中電信會特別貴。嗱，咁另外仲有一個叫做港電嘅，咁我講埋個價錢俾你聽。嗱，港電嘅唯一好處咧就係咧，佢可以睇到無線嘅翡翠台。嗱，但係要留意，佢淨係睇到翡翠台同明珠台。但係你話可唔可以睇埋無線其他台咧？嗱，呢個咧就每個地區有少少唔同嘅。所以如果你係用港電嘅話咧，你就要最好問翻嗰個供應商，佢究竟係咪可以睇到多啲台定少啲台？但係留意，如果你要睇咩 ViuTV 啊嗰啲咧就冇嘅 ，OK， 淨係翡翠台嘅啫。嗱，如果港電嚟講咧，佢就你當一個大概係500 Mbps 嘅月費啦，你預佢大概係70蚊一個月到啦 ，OK。嗱，咁好啦，綜合咗4間嚟講咧，你會見到有3間就明顯平嘅，一間中國電信就明顯貴嘅。而家我就解釋下點解中國電信係會特別貴。嗱，好啦，我就解釋下點解咧中國電信咁貴咧，多人用啊。因為咧中國電信咧係中國第一家嘅時候咧，佢就覆蓋呢啲咁嘅網絡嘅。咁而穩定性嚟講咧，佢係最高嘅，會有卡住嗰個情況。但係好多時咧中移動啊或者中聯通咧，如果你上網去查一查咧，都會有降速啊或者卡住喺度嗰個情況出現。另外，中國電信咧，如果喺深圳嚟講咧，個覆蓋係接近100%，即係話如果你有時要搬家由 A 搬去 B 嘅時候咧，咁你就唔使話驚住啊嗰度會唔會冇網絡咧？其實都係會 OK 嘅。另外，尤其是有啲叫做舊城區啊 ，OK， 基本上中國電信咧就全部 cover 晒嘅。
咁另外嗰3間咧就有機會 cover 唔到嘅。嗱，呢個亦都解釋翻點解佢貴其他3間嘅電信公司咁多人用咧，係有佢嘅原因嘅。好啦，第二個問題咧都有啲朋友問我嘅，佢話：喂 Victor， 如果我假設我上大陸住，我又唔知自己住幾耐。頭先你講嗰啲咧基本上都要有合約啦，咁呢個一定啦。咁有冇啲方法就係話，如果假設我搬咗上去之後，我想試下啫生活，咁但係我又唔想綁死依家合約，咁有啲咩方法可以上網呢？嗱，呢個方法嚟講咧就比較少人用，但係係一個係可行嘅方法。咁而家咧我就想同你哋分享。嗱，呢個方法其實咧就好簡單嘅啫，只要你去淘寶啊或者拼多多咧，就買一隻叫做 WiFi 嘅路由器。嗱，呢隻 WiFi 路由器唔係我哋普通上網嗰隻，佢呢隻係可以係移動嘅 ，OK？ 即係好似我哋以前咧叫做 WiFi 蛋，但係當然啦，而家佢唔係一隻蛋，係一個好似路由器咁樣嘅嘢。嗱，途中嚟講咧，其中一個咧係中興，你見咧個價錢都70幾蚊。咁我覺得咧呢隻咧都係comment 唔錯嘅。咁你買咗之後，本身佢係冇數據嘅，佢只係一個 WiFi box，OK？所以買完之後咧，你另外要買一張 SIM 卡嘅。SIM 卡嚟講咧，你可以喺個微信小程式裏邊咧就打港電呢兩個字，咁咧你就可以揾一張叫做港電馬連賓騰卡。咁佢本身嚟講咧就一個月咧就有192G，就唔限速通用流量。嗱，你要留意，你一買一定要買通用流量。通用流量嘅意思即係你用喺咩地方都得嘅，咩情況都得。因為嚟講咧，有一啲流量咧，佢只係可以針對某一啲嘅產品嘅。咁所以嚟講咧，你就記住一定要買通用流量。嗱，佢個好處咧，月費咧就係只係29蚊嘅啫。咁同埋嚟講咧，佢就冇合約嘅，即係你買咗之後，佢就會寄張 SIM 卡俾你啦。咁啊 SIM 卡嚟講就有一個好似電話 number 嘅嘢嘅 ，OK？ 咁你就插張 SIM 卡落去嗰個頭先嗰個中興嗰個 WiFi box 裏邊，咁然後咧佢就會射咗啲 WiFi 出嚟啦。咁你就可以上網啦。咁另外嚟講就可以睇電視啦，同埋睇電腦嘅。咁但係要留意，因為佢呢啲數據咧只係喺中國嘅數據可以用，所以嚟講咧你就唔可以睇到WhatsApp 啊、YouTube 啊或者係呢個Gmail 啊嗰類嘢，只係可以上到大陸佢指定嗰啲網站，或者係嘅電視台。好啦，咁個問題就係話，喂，咁我就算上到網，但係又睇唔到香港嗰啲咁嘅節目啊，又或者上唔到嗰啲 YouTube 啊，咁點搞呢？嗱，當然以下個方法係得，不過咧呢個方法咧我就唔係好建議嘅，因為點解呢？呢啲係一啲喺大陸違法嘅，就係其實簡單嚟講，你就駁一個 VPN 嘅盒啦，或者 VPN 上網。咁基本上就睇到晒香港所有嘅嘢。首先我要澄清一樣嘢，我唔係建議大家去駁 VPN， 因為 VPN 咧喺大陸係違法嘅。只不過嚟講，我喺技術層面可以話俾你聽，可以咁做咁解嘅啫。好啦，另外有一樣嘢咧，我要同大家真係科普下先。嗱，好多人咧就知道啦，喺國內咧我哋上唔到啊 WhatsApp 啊 YouTube 啊Facebook 啊之類嘅。嗱，但係要留意一樣嘢啊，譬如我用一個 SIM 卡，佢係一個漫遊嘅 SIM 卡。或者咧，大家都有啲人會用緊中移動咧嗰個兩地 plan， 佢啲數據咧就可以喺大陸咧可以用，就會上到頭先嗰啲網站。咦？咁你話其實咁樣係咪犯法咧？嗱，你要記住一樣嘢，其實你喺大陸睇 YouTube、睇 Facebook 係唔係犯法嘅 ？OK， 係冇問題嘅。即係簡單啲講，如果我而家喺深圳地鐵站裏邊，我睇緊 YouTube，OK， 然後俾人睇到。佢唔可以拉我，因為嚟講我係 OK 嘅，因為我係用緊漫遊數據。嗱，所以嚟講大家要留意一樣嘢，其實喺大陸係可以睇呢啲嘢，但係只不過嚟講，如果你用一啲普通嘅網絡，用翻大陸個網絡咧，佢係上唔到啲網站咁解嘅啫，佢係 block 曬 OK。所以嚟講，如果我哋係用漫遊數據，我哋就可以用到呢樣嘢，就可以睇，亦都唔犯法嘅，亦都可以用中移動嗰個 plan 咧。去睇嘅，我都係用中移動嗰個兩地 plan 去睇嘅。嗱，咁所以嚟講咧，以下咧我就介紹一個方法嚟講，係一個合法嘅方法，可以喺大陸上網睇晒頭先我哋嗰啲網站，而係唔係犯法嘅。好啦，如果你想合法喺大陸上網，又睇到晒頭先嗰啲咩 Facebook 啊、YouTube 啊、WhatsApp 嗰啲咧，其實嚟講咧，你可以去買一個咧行動嘅 WiFi box。其實好似以前我哋嗰啲叫做 WiFi 蛋，但係而家嚟講咧，我哋就唔叫 WiFi 蛋，係一啲可以行動式嘅 WiFi box。嗱，途中咧就其中有一兩款咧可以即係話俾你聽啦，例如 D-Link 呢個牌子啦，或者 TP-Link 呢個牌子咧，佢都有嘅，大概你預幾百蚊到1000蚊都有。
depends on 佢嗰個速度啦。但係其實你買幾百蚊嗰啲都 OK 㗎啦。咁你買咗呢一個盒仔咧，其實個原理就等於好似頭先我同你講喺大陸買中興嗰個盒仔一樣。咁你就買一張喺大陸用到嘅漫遊數據卡，例如好似我哋去旅行嗰啲咁嘅漫遊卡，但係可以用喺中國嘅。但係你要留意，通常嗰啲卡嚟講咧，個 G 數好低嘅，可能係10 G 啊、20 G， 基本上係唔夠你喺大陸咧一個月咧去睇嘅。咁所以嚟講咧，嗱我就會建議就係話，因為而家中移動咧佢有啲50 G 嘅 plan 啦，或者200 G 嘅 plan， 咁由百幾蚊到300零蚊不等嘅。咁你就買一張咁嘅電話卡 ，OK？ 即係我哋而家好似啲電話卡咁，你就攞張電話卡，就唔係插入個電話度，就插入而家頭先我講嗰啲路由器嗰度，即係嗰個 WiFi box 嗰度，就可以咧就利用佢就射到嗰個 WiFi 出嚟。咧你到時喺國內嘅屋企咧，無論電話又好啦，你嘅電視機又好啦，你嘅電腦又好啦，都係用翻呢一個咁嘅數據卡射出嚟。咁頭先我解釋過啦。其實你喺大陸睇呢啲網站唔係犯法嘅，只不過如果你用 VPN 犯法。但係我呢個方法嚟講就唔係用 VPN， 我係用翻香港，譬如中移動，佢係兩地可以用嘅數據卡咧去做呢樣嘢。咁嚟講咧，你就可以解決到呢個問題。好啦，可能有啲朋友話：咦，我手機都可以射個 WiFi 出嚟啦，可以 share 用，咁點解我仲要買個 WiFi box 咧？嗱，其實理論上係得嘅，但係如果假設你用手機射出嚟，我睇電視嘅話咧。首先咧，你部手機就會好熱，同埋嚟講咧，你個電池嘅損耗就會好快。咁所以嚟講咧，我自己咧就會咁樣去做。第一，我自己有個兩地 plan， 呢個咧就純粹我係用喺個電話嗰度嘅啫。咁有時我出街咧都可以用到。咁至於頭先我 WiFi 嗰個，我就會擺喺屋企啦。咁我另外就買多一個中移動嘅月費計劃，即係簡單啲，另一張電話卡。然後咧就用嗰一個卡咧就擺落個 WiFi box 嗰度咧就射出嚟。咁就可以用於我屋企嘅電腦啦、電視機啦，或者甚至你有其他嘅電話啦，都可以用嘅。咁呢個方法嚟講咧，就變咗可以咧，就比較係方便啲。咁變咗嚟講啦，每個月咧，但係就要俾2個月費啦，一個就係手機月費啦，一個就係另外買多張卡嘅月費啦。好啦，咁可能有啲朋友就話：喂，50 G 或者100 G， 咁其實夠唔夠我喺大陸嗰度用咧？嗱，我科普一下啦呢樣嘢。嗱，例如你喺大陸，你駁咗大陸嘅電視機，咁你睇8個鐘頭，然後再加上你喺電腦嗰度，你可能一日用4個鐘頭，上一個月咧100 G 咧係絕對夠嘅。如果你嗰個計劃係得50 G 咧，可能就問水啲啦，就會建議你用100 G 啊到200 G 嘅 plan 啦。咁一般你喺屋企咧睇下電視啊、上下網咧，嗰啲係完全夠，完全冇問題嘅。咁個費用就變咗嚟講咧，你就可能係由百幾蚊啦到200零蚊不等一個月。咁但係如果你用咗呢個方法之後咧，你喺大陸咧就唔需要買頭先嗰啲個中興個 box 啦，亦都唔使裝頭先嗰啲咩中國電信嘅 plan 啦，因為你已經用咗香港呢個數據卡取晒頭先所有嘅寬頻啊咁樣樣。咁呢個方法咧就其實係比較簡單，亦都係合法，可以喺大陸咧係用到晒所有電視機啦、手機啦同埋電腦，亦都係合法嘅。咁可能有啲朋友話：咦，點解你係要需要喺香港買個嗰個咁嘅盒？而我頭先我都介紹過一個中興盒，咁我買個中興盒插香港嘅數據卡咪得咯？因為中興嗰個盒咧，只係可以用翻大陸嘅 SIM 卡，即係譬如中移動啊、中聯通嘅 SIM 卡，就唔可以用我哋喺香港買到嘅 SIM 卡。even 到我哋香港買到嘅中移動嘅 SIM 卡，都唔可以插入去呢個中興嗰個盒嗰度，佢只係可以插翻喺中國內地嗰啲咁嘅 SIM 卡嘅啫。所以嚟講，你必須咧就要買翻個 D-Link 啦，或者 TP-Link 嘅盒咧，就上嚟先至用到嘅。好啦，另外一個問題咧，好多人都話：我上到嚟，我想睇無線喎。咁嚟講咧，就有咩方法？嗱，頭先我都講過啦，如果你係合法嘅話咧，你就可以用廣電嗰個嘅網絡啦。咁咧，你就可以 join 佢個月費，一個月可能係幾十蚊咧，咁就睇到無線。但係頭先我講過啦，你可能只係睇到翡翠台啦同明珠台，咁其他台有冇咧？你就要問翻廣電。但係就肯定睇唔到 ViuTV 或者香港嘅其他嘅電視台㗎啦。另外一個合法嘅平台咧，叫做 Best TV 粵視聽，佢係一個官方嘅平台，合法可以睇。咁主要咧，佢係會睇到翡翠台嘅直播啦，亦都有新聞嘅時段。但係佢唔會有 TVB Plus 啦、明珠台或者無線新聞台嘅直播。咁如果你主要睇新聞咧，就要睇翻翡翠台，譬如6點半新聞報告啦，或者夜間新聞。
但係咧佢就會有翻所有嘅舊嘅劇集咧，你可以睇，即係譬如你有啲劇集你 miss 咗，咁可以咧入翻去睇翻舊嘅劇集，咁 anytime 都可以睇嘅，亦都有部分 TVB Plus 台嘅劇集可以睇翻。好啦，至於點樣安裝呢個 Apps 咧？首先咧你就可以買個電視機頂盒啦，咁你可以買小米嘅電視機頂盒，大概係299蚊。咁你買咗之後咧，就將呢個機頂盒插咗落電視機嗰度啦。就可以 search 翻頭先個 Apps 啦，叫做 Best TV 粵視聽。好啦，咁你 download 咗呢個 Apps 之後咧，咁可以咧喺裏邊繳費，咁一年嘅年費咧就大概199蚊。咁之後咧，你就可以睇到無線咧嘅翡翠台啦，同埋佢舊嗰啲劇集。可能有啲人就話：喂，唔係喎，我見到鴨寮街咧好多嗰啲咁嘅電視機盒咧，譬如1000蚊到就睇晒所有香港嘅台啊，或者外國嘅台啊，好多電影啊、電視劇嘅。嗱，冇錯嘅，都好多人會買嗱。但係首先我強調呢樣嘢先啊，一般呢啲咁嘅電視機盒咧都係冇拉繩嘅。簡單啲嚟講咧，佢賣嗰個係違法嘅。咁至於你買咗嚟用係咪合法咧？嗱，呢個我就真係冇 check 過啦。咁尤其是喺國內嚟講啲法例我就唔清楚。不過咧我都知道相當多人係用呢個方法。嗱，而家我純粹講個方法，我就唔係講嗰個法律嘅責任嘅問題，因為法律嘅責任問題咧。你就最好自己上網去查，或者問翻啲專家。嗱，呢啲咁嘅電視機盒咧，其實咧佢真係所有台都有嘅。咁基本上，如果你喺大陸咧係插咗頭先我講嗰啲係用香港數據嘅卡嘅 WiFi 咧，係完全可以睇到嘅。但係如果你用頭先我話譬如係用港電或者係國內嗰啲中興嗰啲咁嘅 WiFi box 咧，佢就睇唔到嘅，因為其實咧佢都係一定要用 VPN 翻牆先睇到嘅。咁但係頭先我強調過啦，喺大陸翻牆係犯法嘅。呢個責任係點啊？或者如果你俾人捉到嘅情況係點樣樣咧？嗱，呢個你最好咧就自己上網查下啦。因為今日呢條片咧，我就唔想講一啲犯法嘅嘢俾大家聽，我全部咧都係想講翻一啲正常嘅方法咧，俾大家喺大陸上網。嗱，咁我總結一下，如果你話你喺大陸你唔想俾太多錢去上網，只不過想係試下咧，我就強烈建議你用中興呢個盒，就再加一張港電嘅29蚊嘅數據卡。咁嚟講咧，你就每個月交錢，亦都冇合約綁死。咁尤其是如果你上大陸，純粹就係話我想試下，可能幾個月又唔頂，一年又唔頂，你可以用呢個方法。咁如果你發覺到時上網唔係咁順嘅，你咪到時可以再 join 翻中電信啊或者其他嘅 plan， 咁就貴啲啦，100幾蚊一個月。咁嚟講咧，上網就肯定冇問題㗎啦。好啦，又或者嚟講，如果我想合法去上網咧，咁就頭先我講嘅方法啦。你 E-Link 或者 TP-Link 買一個叫行動嘅 WiFi box，OK，然後就 join 一個月費 plan。嗱，我就比較過3大電信公司啦。香港嘅中移動咧係比較平嘅，同埋佢都有50G 啊同埋200G嘅數據咧可以揀嘅。咁咧呢個都係比較一個好嘅方法，就唔使用呢個大陸嘅 WiFi， 亦都唔怕咧有呢個翻牆嘅問題。咁就避免咗㗎啦。好啦，如果你想合法睇翡翠台咧，咁有兩個方法啦。一個咧就係裝港電啦，咁就一個月咧就大概幾十蚊，咁就可以睇到無線嘅翡翠台啊同明珠台。咁亦都可以裝一個 Apps 啦，叫 Best TV 粵視聽。咁嚟講咧，一年嘅月費咧就大概199蚊。咁呢啲都係一啲合法嘅方法咧，可以睇到無線電視翡翠台嘅。好啦，今日嘅影片就去到呢度，希望幫到大家。如果大家仲有啲咩問題，可以留言俾我。如果我識答嘅，都盡量答大家。多謝晒大家，下條片再見，拜拜。